各位大家好，我係玲瓏子，法號如妙。喺呢一次香港鴻福苑世紀災難，烈火吞食，令唔少家庭一夜之間破碎。相信好多香港人同我一樣，都冇辦法忘記今次嘅悲痛。雖然我要中港兩地兩邊走，但仍然無損我對亡者嘅菩提心。我哋已經揾咗千年古剎為亡者進行一系列超度儀式。我亦都係歷史性有史以嚟有佛教寺廟背書嘅道家紫袍高金法師，係千年古剎嘅大護法事。我哋每個月為原主做嘅法事已經運行咗4年啦。今次由我揀選為鴻福苑罹難者做一個布施功德，將所有功德回向俾亡者。塵緣告盡，業火遠離，願離苦得樂，佛光照徹幽冥路。寺廟係三寶清淨地，我亦都為香港大埔鴻福苑一切嘅火災罹難者、往生寵物等喺地藏菩薩殿供奉1年往生牌位。牌位就好似一張入場券、通行證，能夠令往生者隨時進入寺廟，能夠經常聽聞佛法，正登菩提。為亡者供奉7日斗燈，能得4大光明，光明破亂，利益眾生。大德高僧每日早課晚課誦持，透過種種回向凝聚力量，祈願地藏王菩薩願力加持，接引眾生，令過世嘅祖先脫離輪迴大海。大德高僧每日早課晚課誦持大悲咒、心經等等，祈願連燈接引往淨土。亦都於大雄寶殿舉行大法會超度儀式，包括放焰口、超度、衣包壇城，以孝道表達。重點在於善念，向亡者做回向，期望生者吉祥。整個儀式超度科儀，誦念地藏經、阿彌陀經等等，並含水陸法會瑜伽放焰口。我冇忘記過你哋，我仍然為你哋祝福。希望透過今次嘅法事，可以為亡者送上一點綿力，同時希望受到創傷嘅一啲朋友可以帶嚟一啲嘅安慰。如果相信有前世今生，或者係有輪迴靈魂不滅嘅一啲朋友嚟講，對於亡者嚟講，超度係一個入口；對於生者嚟講，超度就係一條出口。期望聚集能量，光明引證。佛教嘅大德高僧法會完成之後，我哋亦都揾咗道教嘅法科師傅龍虎山羅字輩去為香港鴻福苑一切嘅罹難者、往生寵物及嬰靈去做超度儀式。火種迎歸塵，道法得歸安。符開驗刀路，導引不驚魂。烈焰始於此，清風送你行。身雖離世苦，魂已向青天。我相信每一個宗教都能夠俾我哋一個強大嘅能量。正如黃子華話齋，點止先人要超度，我哋活喺世上都需要心靈嘅超度。你哋喃嘸就係負責超度先人，我哋行街就負責超度生人。生人點會超度呢？你不知所謂。我唔係噶，生人都要破地獄噶。我哋團隊亦都嚟到西藏，為香港鴻福苑亡者喺聖山度做佛供奉。首先，我哋喺當地近聖河嘅地方掘出泥土，然後打樣成泥漿。我哋會倒模不同嘅佛像，然後自然風乾。整個過程都係全人手製作。做佛嘅好處就係消除業障，亦都希望將功德回向俾一切罹難者。最後我哋會將佛牌掃金，而今次我係揀選咗地藏王菩薩嘅佛像牌，將呢100幾件嘅牌全部供去聖山，喺下澤山洞永久安放。下一站我哋就嚟到下澤山洞，呢一個咁神聖嘅聖山已經有1500年歷史。據聞蓮花生大師同埋多位高僧曾經嚟到呢度閉關，所以極具靈氣。呢度亦都係西藏4大隱修地方之一。為咗將功德回向俾香港鴻福苑一切因火災而罹難嘅朋友、往生寵物及嬰靈，我哋揀選咗2025年12月10日呢一個重大日子。呢一個日子就係地藏王菩薩吉祥日。我哋會如法永久安放喺山洞裏邊，祈願地藏王菩薩慈悲護持，願往生者離苦得樂，亦都希望眾生吉祥安康。
另外，我又揀選咗喺西藏拉薩千佛崖宮燈房裏邊點燈。千佛崖係喺布達拉宮嘅藥王山側邊，佈滿成千上萬尊貴嘅佛像及壁畫。世界各地唔少嘅高僧都嚟到呢度朝拜朝聖。點燈除咗係光明、脫離痛苦，仲可以破黑暗、除恐懼，能夠令亡者離開當刻嘅驚恐，心得安定，不再困於臨終時痛苦嘅記憶。我哋每點一盞燈，就好似同你講緊，我哋仍然為你照路，你唔係孤單嘅。每一盞酥油燈都代表我哋一番嘅心意，一盞盞光以光明信別。同時，我喺度希望生者悲苦漸息，為未來走更長遠嘅路。最後一站，我哋就嚟到桑丹康桑雪山。呢個西藏位置係高於海拔6590米，亦都係藏北好出名嘅一個神山。我哋今次揀選呢一個日子，亦都係蓮花生大士會供日嘅一個好日子。今次要為往生者做一個經幡塔，經幡上印上各種佛號、咒語、祈願文。當風吹過經幡嘅時候，加上不斷嘅誦經持咒，象徵隨風飄揚，化解恐懼同埋執念。風動不息，象徵祝福不斷，功德長存。我哋將悲哀轉化為祝福，將思念化作為持續性嘅祝福。一切嘅功德係回向俾香港雲福園喺火災嘅罹難者、往生寵物及英靈。願所有離苦得樂，生者亦得安心。我係邊個？我就係玲瓏寺，法號玄妙。可以話係史上第一位整合宇宙能量嘅一位宗教嘅工程師。自細基督教圈子長大，熟讀聖經經文。喺長大嘅過程中，不斷經歷好多崎嶇嘅人生路。而家嘅資歷及職業背景範疇有以下：千年古剎龍泉寺委任為大護法事。千年古剎石佛寺全球唯一允許合作嘅開光加持品牌 CEO， 由中國政府部門審批。道教女山宗壇由尖旺區辦事處永久主任一職，龍虎山68代天師一脈，女山派山品高根法師，香港區玉皇派55代傳承第一人，受錄大動經錄，錄任福英館五教，傳承多個法派，包括普恩、九離、盤古、元皇、上清茅山等等。全球性多間千年古廟及道觀法事聯絡人，國際催眠學簽發審批導師，英國神經學系國際考試局認可簽發國際證書審批講師及西方靈學等等。